前几天，金门有2个钓客走去中国福建那边，或者中国海警救起来，说因为其中一位有军人的身份，致使目前2个人还佫留伫咧中国。另外一位本身有慢性病，就要定期食药啊。家属是呼吁讲赶紧甲人送回来。刘委会表示海巡署等咧处理，但是对方表示讲还佫伫咧等高层决定，暂时是无多回应。海巡署强调会继续沟通。金门2名钓客顶日出海未航，互中国海警船救起来。原本中国规划19将人送回，不过其中一名姓吴的查甫人，轰查出有现役军人的身份，造成送回计划有变化。国安局长蔡明安伊证实，大家拢有接到回报，也来沟通。不过姓吴查甫人得到慢性病家属出面话声，希望将人赶紧送回来。我们的吴姓将军他本身他也有慢性病啦，那也需要药物的一个治疗。我是希望讲，怪政府咱这议员斗相共啦，较有力的安尼甲斗相共。金门县长陈福海也表示，2个人是单纯休闲海钓，因为天气变化才未航。官府也准备好水汽所渔船，会当随时去指定海域将人接回来。海巡署强调，已经透过管道继续沟通。刘委会表示，两岸过去有真侪海上合作救援经验，拢是以人平安送回上优先。陆方这边如果有消息，那随时会知会我们。那我们海巡艇也会立即派遣进行人员海上的移交。我们海巡联系的结果，对方表示说上面还没有做出决定所以还没有办法顺利的接回我们的2位民众。两岸合作的经验告诉我们，这个送还的过程并不是会构成什么样的困扰？刘委会表示，2月14日，中国渔船并船案了后，各连续发生波罗海共同搜救意外，有注意到中国回应转做较积极正面，是正向发展，也显示对华认知三夫船涉及违法。最近，中国保监部门拢公告加强处理三夫船，未来不幸事件有希望会当明显减少。另外，进前中国抽沙船定越界违法抽沙，刘委会强调，伫咱国几摆抗议了后，对方有加强管理，双方共同组织违法行为也是一种合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